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再来看英国首相 Johnson， 嘛是英国保守党带头的人，一直任内争议不断，国会嘛捌发动对伊的无信任投票。最近互逼出讲伊暗砍官员的信口文，5在官员辞职来表示抗议，因为要求伊落台的声音是愈来愈大。昨暗伊宣布讲要辞掉保守党党主席，首相位是做到秋天。10月份等保守党开党代表的大会，选出党主席，伊就会落台。伫咧50几位政府官员离职施加压力了，英国首相强生催切辞掉保守党党魁加首相的职务。New leader, I say, whoever he or she may be, I say I will give you as much support as I can, 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That from now on until the new Prime Minister is in place, your interests will be serve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will be carried on. 强生伫咧讲话时阵，现场有人欢呼，有人开喜。伊讲辞职了会继续担任看守首相，一直到10月选出新的继任者。也毋过反对者家党内真侪人认为伊应该随离开，权力交予副首相拉布。He needs to go completely. None of this nonsense about clinging on for a few months. 强生并无对真侪造成伊辞职的事件道歉，像保守党副党鞭平息的性资料，抑个派对门事件。I think he's done very well with what he's done so far. He's not perfect. He's a human being. I think with all Partygate, I think that was a mess. I think the way he handled COVID was a shambles. 这是英国近代政治史上上动荡的24点证据之一。最后一位任命的财政大臣张哈维，随后以公开杯呼吁强生下台。伊讲备案，伊甲其他内阁部长等人去动联会，甲强生讲一切拢已经结束啊。在此进前，前卫生大臣贾维德，甲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差不多是同时退出内阁。面对超过50位国员离职逼伊下台，强生本来是讲会继续做落去，不过即马决定要离开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增加30314例本土病例，有131人死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万人。另外，今仔嘛新增加一个7岁查某囡仔中重症的个案。另外70岁病人死亡率嘛是阁真悬，所以指挥中心呼吁老大人爱赶紧去做第4档。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30314人那在境外移入个案是163例死亡个案是131例。今天公布的131例死亡个案其中20多岁的这一位是一位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的男性，本身有癌症多处转移的一个慢性病史。那另外有一例儿童的重症个案是一个 Miss C 的小朋友7岁的女童。他比较特别是他先前并没有确诊过新冠病毒感染，目前的病况是稳定，仍然在这个一般的病房当中治疗。其他的年龄层来讲，主要还是70岁以上的年龄层是我们这个染疫后致死率比较高的这个年龄层所以还是提醒这个民众能够去接种这个特别是第3剂跟第4剂的疫苗来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力。国内本土病例20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大约60万人。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儿童确诊甲断疫的病人，大部分拢是无注疫苗的囡仔。若是有注疫苗，相对于重症，应该有7成到9成的保护效果所以嘛，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注疫苗。如果有新的疫苗会当做，台北电竞场疫苗注射站，最尾一早起就真侪民众排队，未等来做 Novavax 疫苗。这起100个名额已经全部都有满啦。主要是 BNT， 我打第2剂的时候副作用蛮大的，那就是有一些疑虑，所以就改打 Novavax。因为这是咱国向新冠疫苗全球出的机制 COVAX 采买配额的第一批疫苗，差不多50万4千剂，也是国内除了高端以外，第2种次单位2倍疫苗，副作用较少，会让开放民众注第1剂，或者是南美注第2剂、第3剂。它在一个产生抗体的一个数量其实跟那些莫德纳跟 BNT 是不相上下的。而除了大人的疫苗，6个月到5岁囡仔的疫苗，最近也已经到货，上紧伫咧7月底开始做。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囡仔确诊加断疫的个案，大部分拢是也无注疫苗的囡仔，
现有的疫苗对变异株的保护力虽然有降落，不过对重症依然有7成到9成的预防效果。我们现在用的 mRNA 疫苗在青少年跟儿童，它的预防感染的能力是有下降，可是预防重症的能力还是存在的。那预防重症的比例可以达到80%。医生强调，囡仔感染新冠疫苗产生的心肌炎或者是密斯 C 造成心脏影响的比例，是比疫苗所引起的心肌炎低真多，所以请家长唔免伤担心，应该量早予囡仔做疫苗，提高因的保护力，同时也互确诊了转做中重症的机会会当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成功岭之前传出讲，目前863个受训的替代役有250来人快筛阳性。今仔又个阿兵哥丁军讲，因伫宜兰的营区，一连有120来人哦，有一半63个人确诊。伊认为讲国军的防疫政策是正路，立委嘛问国防部军中染病人数，也毋过国防部是强调讲，交予指挥中心公布。国防部营区疫情联防部进前是成功岭有863名受训替代役，有256人快筛阳性确诊。即马个军事训练役亦南向立委陈情，指出宜兰金六街营区一连有126人，竟然有高达63人确诊，尤其是独创6公斤隔离术，亦南控诉国军防疫政策是有够含糊。如果军中出现确诊者，军中会隔离确诊者本人以及床位的6宫格。当兵的各位有办法只待在床位上，不要移动吗？军中防疫措施问题有偌大？一旦鼓励检测项目防疫标准无同，包含3000公尺跑步爱挂喙安，毋过进行单兵战斗教练。我魏忠哥说明要求禁止挂喙安，地数检测员多人确诊，甲无落实逐工磅体温，会赢快筛证明免录影。叶南阁表示，若是放假期间确诊，被当作是营外确诊，会赢免隔离。不用去检验说这些快筛盘是不是他自己的，就可以回营区了。然后就有人回营区后阴性又变阳性，继续传染给其他人。国防部回应会派专业医师、医疗人员到营区提供专业意见。另外，成功岭甲金六街有偌济人染疫，国防部说是回答确诊数字按照新增加甲该隔离人数进行滚动式修正。佮讲成功岭即马是零确诊，互立委听到是一直害头。半年的时间累计多少人确诊？我只要问一个数字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来，请回应，谢谢您。跟委员报告，就是如果一直纠缠在这个数字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一个。你是根据什么法条授权可以不回应？国防部表示，确诊数字要由指挥中心公布，立委要求国防部要重视这个问题，落实疫情防堵，唔通互军营成做培养病毒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卖场伫疫情期间业绩成长未少，也毋过家乐福工会早起开记者会批评讲，有员工确诊要申请公司相关的补偿，也是申请职业灾害认定哦，公司拢真刁难，一寡防疫支票嘛拢跳票。家乐福嘛回应表示讲，因尊重员工的意见。亚白抗议因行动局早起家乐福工会批评公司的防疫规定一直跳票。因为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有员工确诊，无想到讲人好了，准备要依照公司的公告申请相关的补偿时阵，才发现公司开始无认效，也有确诊的员工想要申请职业灾害认定时阵，被公司刁。我说不对啊，我要送职灾认定，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住，100%是在公司染疫的。然后呢，他竟然跟我们说。哦，没有，就这份公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其他的人是怎么填写？我们店里40-50个人染疫，其他人怎么填写的？”我们店里的人竟然跟我说：“哦，没有哦，只有你一个人填职灾认定哦。”工会讲，疫情以来卖场的业绩大幅度上涨，所有员工拢冒着感染的风险，为公司直咧拍拼。初步估计，全国各店的员工感染申请理赔的人，加起来至少上1000件。不过公司目前只敢提供劳保局。普通伤病申请书，也有团保的申请书，予复工的员工写。真侪人已经等超过2个月啊，一直拢等无。你公告内容我要怎么申请？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些公告内容你通通拿不到，除了一般的正职员工有1万元的
的保险计划，其他的通通没有。另外，工会也要求公司对兼职的员工应该比较正职的员工同款，制定相关防疫政策时阵，无应该把兼职的员工排除在外。对此，家乐福讲，员工感染了的申请文件已经陆续协助因送到相关单位。工会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公司尊重也包容多元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搁再出面说明伊的论文争议哦。也毋过国民党嘛是搁再继续提出质疑，嘛呼吁讲中华大学爱公正来启动调查。民进党团嘛呼吁国民党哦，毋通甲学术当作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韩籍论文抄袭风波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讲家己的论文考试早伫中华大学结案报告进前，国民党团七八提出的确委托中华大学研究的调查时数来表示，委办案的报告出刊日比林志坚的论文考试较早。这一张时序表戳破了林志坚的谎言。2007年12月24号委办日开始。2008 6月15号委办日的结案日，2008 6月20号委办案的报告初刊日。那林志坚的口试是6月16号。中华大学讲已经收到具名检举，按算2个月完成调查。台北市机关王宏维七八去中华大学交电证书，质疑中华大学董事长民进党发言李延辉竟然伫林志坚面前闹会加油，要求学校应该依照内规1个月完成调查。如果你的内规是要求1个月内完成调查，你为什么对外说你要2个月？你要2个月？是想要护航什么？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亲身出来反呛，指王宏维率领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仁等人到中华大学施压，批评国民党不应该将学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今天早上10点钟，我们看到王宏伟带着国民党市长候选人林根仁与国民党市党部主委以及所有的议员候选人穿着制服。在中国大学门口开记者会，在叫嚣，我不知道这个是施压，或是在演双方，或是这种政治动作，事实上已经对中国大学对学术极度的不尊重。郭建民讲，针对国民党指控中华大学是民进党的党校，事实上中华大学高层拿着拢负，警告国民党唔通胡编乱造，安若无会自伤会不及必反。记者综合报道。前泰流公司的负责人李兴良乌西立委一案，国民党立委陈超明被判刑7档8个月。有风声讲，陈超明想要参选苗栗县长，讲想要用选票来证明伊的清白。也毋过哦，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谢福宏是表示讲，伊会甲陈超明来沟通。另外一位国民党前议长郑东锦是表示尊重，也毋过强调讲，伊家己会参选到底。虽讲传出想要选苗栗县长，立委陈超明无出现伫服务处，且啦因为前泰流公司负责人李兴良的乌西案，伊互判刑7年8个月。助理表示，陈超明的心情乱糟糟。虽讲伊无明确说明甘要参选，毋过强调苗栗的县民爱判断伊的人格。事实上就没有贪污这个问题嘛，必须要尊重地方上的所有的民意，要民众的声音。这也互苗栗的选情山上变数，目前拿赢想要参选的人，包含国民党提名的前龙田水理事苗栗办事处的前处长谢福宏，也有议长郑东锦，因拢表示尊重。郑东锦认为陈超明的地方经验真深，不过家己要是照脚步参选到底，也已经停不下来。如果真的停下来，我会没有办法在苗栗活下去。我讲真的哈，我的步调是停不下来的，我也没有办法停。现在对我的支持者也没有办法交代，会有一点波折啦，那要去时间去化解一些啊。原来民进党提名的市长奖，甲时代力量提名的宋国鼎，拢表示尊重，应该伫有家己的规划，也会拍拼追求乡亲的认同。我们是团结的民进党来对抗分裂的国民党。超艰困的选区，毕竟蓝绿比是7-3比。参选的动机以及是不是有能力、有这个意愿，是真正为苗栗县民来做努力，我觉得这才是这样的重点。
陈超明若是参选，那也得要面对三卡赌。年底选战愈来愈近啊，也带动无共阵营选战的铺排。记者综合报道。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陈小康因为涉嫌甲企业家洪木精食饭啉酒，佮受礼物，互检察院弹劾。也毋过，庭界法院审理后，今仔是判讲毋免受到庭界。另外，陈小康伫洪木精的判决公布了后，佮主动联络洪木精法院是认为有问题。也毋过，这案已经超过庭界的效期了，所以嘛无代志。法官陈小康是知影判决了，表示讲伊会反省，未来会愈较谨慎。涉嫌和富商洪木精有交接。最高法院行政法官陈小康进前予检察院认定讲有违宪，提起弹劾，移送庭界。经过庭界法院审理了后，初被判决讲无受庭界，其他免议会当上诉。尊重法院的那个决定啊。之后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小心一点点啊？就是不要会。陈小康无负庭界。除了法院认为，伊3摆和洪木精食物件只是拄好相拄。审理洪木精旗下公司的诉讼案，担任审判长，家己无回避，嘛方认定是无违宪。不二个，伊收人写字的送礼，伫个案件审判了后，佫亲身和洪木精联络。法院认为讲，即款的违宪情节是真重大，应该受到罚款的庭界。不过已经超过5年的对庭时效，判决免议。为了维护审判独立。对于个别判决的事实认定或是法律适用，司法院不便表示意见。陈小康表示尊重，郑美秋无要加讲啥，不过伫个代志发生了后，伊真侪遍来回释的。伊表示讲已经有深深来悔改，对各界的指教会来接受。即便伊知影讲判决的结果了后，干那简单回应，未来会更加注意和咱直接的分析。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员史考特最近来台湾访问，这是今年第7位来访问的联邦参议员。史考特表示讲，面对中国的行为，美国会来小替咱台湾捍卫民主。总统蔡英文嘛表示讲，会继续深化甲美国的伙伴关系。美国参议员史考特伫访问日本、韩国了后，头一遍来访问台湾。史考特嘛是今年第7个访问台湾的联邦参议员。总统蔡英文伫个车北接见，感谢史考特真侪遍来提出友善台湾的法案，伊嘛刷咧来和美国强化合作，深化伙伴关系。期待在史考特参议员的支持之下，台美伙伴关系将更坚实紧密。When you look at the actions of Russia and you look at the actions of the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you know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aiwan is positioned that they can defend their freedoms. 强调美国会拍拼来捍卫台湾的民主。史考特嘛是头一个造访咱国立陶宛代表处的美国国会议员，凸显台美合作的密切关系。立陶宛的国会伫个初7举行日美建交100年纪念研讨会。咱的外交部处长詹孝仁都受到邀请演说，呼吁讲袂当来忽视中国的威胁。If democratic countries are too complacent and negligent of China's ambition and aggression, we may be facing a catastroph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台湾确实是唯一受到邀请的亚洲国家，驻美代表萧美琴嘛来出席。美国国务院欧亚事务首席的副总卿霍根除了表示讲会率咧来支持立陶宛，嘛会来支持台日发展合作，谴责北京对立陶宛的政治甲经贸的迫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巨蛋，本地按算10月会当试营运哦，也毋过因为目前还未通过峰会检查，所以这试营运的日期应该是会跳票。内政部表示讲，今年2届的会议，大巨蛋烟控现场试验的计划拢各有安全的疑虑。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是质疑中央意见真济哦。内政部消防署是强调讲，委员会依照专业来进行审查，嘛望讲台北市政府应该嘛爱负起监督的责任。台北市政府初次拜会内政部处长黄建群，讨论城岛军乱征收、台湾北段都市计划，一个远雄大巨蛋消防审查等议题。针对大巨蛋，内政部是讲，烟控现场的试验计划无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依然有安全的疑虑。前头
投的这个燃烟的方法跟他们还有15项未符合规定的这些内容，还是要远雄公司说明清楚，那我们才可能审查通过嘛，让他去进行下一个实际的燃烟测试。黄建群讲，连年积极规划是规个大巨蛋消防审查内面上关键、上核心的部分。未来审查方法是由内政部审查，不过最后连烟的检查也是交予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来做检视。出发点应该都是在量测的方式啦，还有量测的点在哪里啦。那现在因为实测还要先审过计划书的内容才能够进行实测嘛，所以他所有的意见都是在计划书的内容上啦。台北市政府绝对是依法行政，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是蔡副市长负责，所以可能要请蔡副市长来回答。大巨蛋的公安机队，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魏有廉是讲，目前还佫停一个消防署的烟控模拟审查。本来审查只敢剩6项意见，不过会议上又佫突然间加出61项意见。不过台北市政府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增加10倍这么多。对此，内政部消防署发表声明，严正的回应讲，阮向伫咧6月初8报警了后，以往有真侪项无合格，强调委员会会依法专业审查。台北市政府也应该做好督导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甲战争的影响，咱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嘛真严重。有立委指出讲，主计总处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已经是3.39%，创下最近10档来的上悬，会造成一寡薪水较低的港澳生活真歹过。立委呼吁讲，上加工资法应该赶紧立法来保障劳工的权益。最低工资快立法。大声喊口号，呼吁讲国爱金美来做最低工资的立法，保障劳工的权益。立委今仔日带捌参加过工会运动的市议员参选人举行记者会，强调讲受到疫情、俄乌战争这因素影响，地区甲通货膨胀真严重。主计总处嘛已经来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已经冲关到3.39%，创下这10年来上大的起悬。亲像韩国过来进行调整，伫个2023年上加工资有达到37000以上，比台湾加关出真多。我们知道许多国家的这个最低工资远高于台湾哈，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赶快来调最低工资。立委批评讲，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1月到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年增加率是2.72%，虽然讲已经创下2001年以来同期上介悬的增幅，不过若是甲纳入去物价起悬了后，实际经常的薪资却是这6年来同期头一摆的负成长。一旦看到物价确实是比这个薪资起较凶，上加工资的立法都要紧密来甲做。卫生环境委员会之前已经排案审查了这个最低工资法草案，那后续如果有在排审的话，我们也会配合的审查来做回应说明。那希望以后如果行政院版本能够送请立法院审议的时候，可以一并的做讨论，可以更为周延。劳动部强调讲，当年拢有召开上加工资的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调整的部分，有关物价的起落的变动情形，嘛甲纳入去考虑。希望讲会当来维持劳工实质买物件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宠物展今仔开始伫南港展览馆举办哦。宠物相关的产业并无受到疫情影响，等倒是成长袂少哦。产业一档的规模嘛已经超过600亿咯。农委会是指出，饲宠物人一档比一档较增加，所以成长哦是真紧。展览馆内底四界拢会当看到阿婴仔车，毋过在毋是阿婴仔，是各种猫仔狗仔。全台湾上大的宠物展，吸引主人来替宠物买食品甲用品，毋管是强调天然食材或者是健康成分，主人拢无手软，为着毛囡仔啥物钱，开了拢真甘。他就像我们家人一样这样，所以你就会很舍得，就是花钱在他身上的。对啊，对啊。受疫情冲击，不少行业叫苦连天。不过，宠物相关产业却颠倒在成长。宠物食品甲用品商业同会工会指出，1200外的单全部满，产值无降刷升。今年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反而产业的规模从去年的初步580亿，今年已经突破600亿。
国内宠物数量若是已经超过15岁以下的离小人口，农委会指出数量更加年年成长，所牵涉到的食品用品安全，甚至是双重礼仪的客约规范，有必要制定新的办法来应用。我们每年是用10%的宠物的人口成长再成长，所以这个力道非常的大。陈局长指出，评估制定宠物专法复杂多元，目前规划伫动保法编定宠物专章，估计2个月完成草案，再送到立法院审查。另外，嘛要比照家暴专线，成立1959 24点钟宠物虐待救援专线，有计是最近要来启动。记者林静梅、林志坚台北报道。疫情期间，政府未少纾困的办法咯，嘛正做诈骗的手段。咱来看台南有一个确诊的查甫人，伊要申请补助，结果银行口罩煞互偷领。警方呼吁民众一般简讯提供的链接唔通乌白点，向政府申请补助，上好嘛爱先甲相关的单位问好清楚，才袂防骗。是入去纾困信息的网站，内底申请说明看起来有一个8字，顶头阁有随领疫情补贴的选项。自7日起，甲有口罩甲必买。台南着民众确诊了后，以网络申请补助，试着诈骗的网站，无领到补助，赶紧颠倒互偷领了。确诊的补助已审核通过，并附有纾困4.0的网站连结。那民众信以为真，点击网址后，依指示填写相关个人资料，那再依语音客服进行操作，发现网络银行遭到篡改密码。并连结了悠游付的资金账户，钱包内的款项遭全数的转出。实际入去纾困4点控的网站，顶头阁有行政院的 logo， 符合申请资格分类真明确，明显甲诈骗网站无同款。台南市劳工局提醒讲，无论中央或者是地方，官方的纾困网站拢袂以信息或者是网站的连结，传互民众来领纾困金。呼吁若有任何问题，会当上纠正。觉得点进去，我自己的话是会有疑虑，但是如果没有概念的人，就有可能会不小心点到。那政府行政院有一支专线，纾困专线1988，那民众可以先打电话去做确认。警方呼吁讲，疫情期间民众生活拄着困难，可能会申请纾困，不过申请之前也是要加注意，然后向政府贷款补贴相关的需求，会使打电话来问，或者是上官方网站来申请。唔通去试来源不明的信息或者是网站，卡免损失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进前有一个外送员桥倒摆卡伫滨高道顶头，嘛造成代替区间车车班慢8分钟哦。铁路警察局嘛对这外送员开出罚单，佮吊扣伊的驾照1天。监视器画面当中，外送员听到警铃响起，将车停落来刷去，铁路闸放落来，将伊卡伫滨高道顶悬。工作人员发现了后，通报的车搁关去铁路闸，互外送员退后。附近民众讲，常常有警报响起，铁路闸还未放落来，骑机车人赶紧退出来进行。很平常啊，因为他刚一过的时候一响，栅栏还没放啊，一响的时候栅栏还不会放下来啊，他就赶快退回来，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事。这外送员弄滨高道的事件发生在测试桃园中立区普吉里滨高道，地数代替2243车处区间车路客差不多800人，慢分差不多8分钟。依《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54条以下3款，予以告发，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万块以下，并吊扣驾照1年，接受交通安全讲习。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规定，警铃一经响，或者是铁路闸开始放乱有关内容，或者是伫铁路滨高道超车、会车、默区临时停车，应罚15000到9万块以下，搁吊扣驾照1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患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BA.4、BA.5 可能会扩大传染。欧洲药品管理局初期是表示讲，9月份可能会批准对今年的秋天，地当开始做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设计疫苗。另外，中国北京要求讲10月开始出入公共场所，拢要提出有主疫苗的证明。虽然即卖新冠病毒疫苗应提供真好的防护，避免大院甲死亡，不过病毒变异，尤其最近造成扩大传染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BA.4 甲 BA.5，互即卖疫苗所应提供保护力效果拍折。
澳洲药品管理局7日表示，针对变异毒株所打造的次世代疫苗，希望有机会在秋天出来。Based on current projections, BA4 and BA5 are expected to become dominant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likely completely replacing all other variants by end of July. We have to consider also by when such vaccine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which might be a little bit late in terms of the plans from some member states for their vaccination campaigns in the fall. 中国北京市政府宣布，11开始进出健身房、博物馆、图书馆等在内公共场所，爱提出注疫苗的证明。不过，因为健康因素，未当做的人应例外。北京也是中国第一个采取有关措施的都市。部分居民认为这项措施造成生活不方便，会有这项新的规定，被认为是最近接到通报Omicron变异株 BA.5.2确诊病例有关系。不适合打这个疫苗可以不接种。但是我们怎么去证明我们是不适合的？就谁去给我们出这个证明？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防疫政策转换，6月7日才取消喙暗令，这个月7日搁重新实施12岁以上族群，宿内爱挂喙暗。过去几礼拜出现感染高峰，6月25到7月7日通报有19503确诊病例。专家认为，Omicron变异株 BA.4、BA.5高传染性，地数确诊大院变多，所以爱互民众搁一摆挂喙暗。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再来看地罗西亚，因为有大麻，红掠起来美国女子拿球国手布莱尼格林娜长立罪，也毋过强调讲，伊毋是调故意炸大麻到莫斯科。伊若说互判有罪哦，上济是会当判10档的有期徒。美国专家是认为讲，认罪协商应该是有轻判的机会，嘛是未来两个国家交换犯人必要的司法程序。大麻合法化的欧美国家民众，伫咧禁止大麻的国家被逮捕的代志，定定听到。不过，布莱尼格林纳被逮捕的时间是今年2月17，也就是俄罗斯出兵攻打乌克兰的1礼拜前。再加上格林纳是国手，2遍摕过奥运的金牌，所以这件代志特别敏感。格林纳若是互法院判有罪，伊面对上悬的刑期可能是5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就有美国半官方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俄罗斯法律专家认为，格林纳认罪对于本人来讲，无一定是歹代志。By pleading guilty, there is a better chance of leniency, and hovering over this is the potential for a prisoner swap. And the only way there can be a prisoner sw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s for the case to conclud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专家认为，俄罗斯上想要换的美国犯人是走私从苏联武器到世界各地军火商维克多鲍特。伊伫咧2009年自泰国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并且被判刑25年。专家认为，俄罗斯方面也想要抓这个人。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Putin will call the shots for a prisoner swap, especially because he is most interested in getting a convicted arms dealer, Viktor Bout, back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外电报道讲，格林纳伫咧推测当庭认罪了，法官是休庭，后一遍审理的时间是7月14。公司新闻是家庭编辑。西北联盟也要举办世界少棒赛哦，7月底特别伫美国举行。高雄市中正国小的棒球队要代表台湾出赛，离比赛日期已经无到1个月咯，也毋过因出国经费阁欠100万哦。台共的雄鹰队听到这个消息，就准备讲要提供赞助。伫日头骹努力来练习，这支由高雄市中正国小所组成的高雄市代表队，旗下国家的代表权，会当参加7月底伫美国德州所举办的小马联盟，也要击世界小棒赛。毋过，说当地经费无够的状况。持续的在向外界寻求赞助哈，那目前也募到大概60几万，不过实际上跟我们需要的还有将近100万的差额。校方表示，这场比赛是暑假小棒赛3大比赛之一，本来拢是中华棒球协会来选拔补助，毋过旧年改做以冠军的名义来比赛，就要由摕到比赛权的学校家己来负担着费用。中正国小比赛经费有过爱300万，已经有市府教育局还有企业的补助，毋过阁欠100万。因为今年的打击实力比投手还强啊，所以今年我是比较安心的。家人都叫我们认真练球，不用担心钱的部分。
球队伫2016年、2018年拢捌摕到比赛的总冠军，总教练对球员是真有信心。台北市福林国小嘛有这种状况，球队真无简单，拍败南韩，摕到代表权，要等于美国威廉波特来挑战着 LLB 世界消棒冠军，嘛面临着爱家己负担费用的状况。地方财政困难或不足的呢？那其他县市代表队拿到这一个代表权，那怎么办？球队讲规则改，因也是会配合，只是希望会当有专职的单位来协助。李江市中正国小的部分，嘛传出着台港雄鹰队有意思要赞助，已经到学校来联络，不过金额偌济，还佫要确认。记者王刘田口证准强报道。再来看云林县的大溪，顶礼拜有真侪渔民水拢淹出来哦，低潮嘛淹水。今仔早起5点外哦，无落雨，也毋过又搁淹水咯。水利处是表示，已经先做好挡水墙，嘛会来看要安怎来改善保环。怪手甲这个土踏做堆，伫两边做挡水壁，避免海水搁再灌入到养殖区。伫咧云林大溪海部新生地养殖区，顶礼拜才拄放花，或者云仔拢淹一片，连附近的地条拢做大水。虽然有赶紧抢修，但明明车白透早5点多都无落雨，煞是搁再放伊。抢修经过已经抢修好2-3天以后，亲像下早起伫咧5点外又搁溃堤啦。咱是外行，咱是百姓，但是咱唔知影这条线是为何安怎什么情形来又搁掏空啦。像这种太咸的水入去吼，温哥啊，甲一寡杂鱼吼，进去入去窟仔底吼，啊了温哥嘛是加减药食呀。当地民代表示，大溪海园两边的养殖区，历伫工业区数十年，到今拢无开发，车路排水路堤宽几年无修，变啊落大雨就到淹水崩花，敢若最近就已经崩3-4届，业者损失惨重，也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全面改善。为什么会迅速又溃堤的原因哈？除非了解起来，可能就是在那个一个路面的处理不够紧密我们这次会加以防范也听取民众的一个意见做未来完整修复的一个参考。水利处表示，抢修了，目前已经先把海水冻起来，卖互咸水一直走入去云仔内底。但这排水路9年无修，损害严重，会先争取整体构造的修复工程，找出崩坏的原因，来考虑施工的做法，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再发生，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记者全报道。台中水利局的外包厂商清一寡杂草、杂地粪扫哦，煞甲伊拼入去溪里，互当地里长看到，水利局佮环保局拢表示讲会来处罚。穿着红衫的冤家工人，将一大袋杂草全部拢倒伫咧旱溪内底，而且至少倒10地以上，决定全部拢去人用手机翕落来。旱溪河道两边杂草是发真多，当地里长6号是通报水利局请包商来修剪，无想到却看到工人便宜行事，将修剪完的废弃物直接抌伫咧溪仔底。除起来的杂草，一袋一袋的慢慢把它丢在河床里面。它大概有2袋是直接就顺着河流走了，有大概7、8袋就刚好因为有草的关系，也是严格在那个河堤岸上，所以讲这样的行为是真的是不可取啦吼。你都讲较白再造就好啊，那来就这种第2次的污染。旱溪路经过台中市大里区，这个河段周围拢是密集的徛街，大约有15000人住伫咧遮。原本请包商来修剪，就是为着伫咧雨季的时阵疏通河道，结果却因为凊彩等废弃物，颠倒引起了更较大的淹水风险。环保局是表示，若是查证事实，会以废弃物清理法开罚1200至6000块的罚款。环保局会派员厘清了解，倘弃置行为属实，可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冤家工人8号早起是赶紧伫咧现场做后续的处理。水利局是表示，会以契约重罚45000块，未来会严格来规范包商。记者台中报道。
因为离岛的粪扫拢会载去台东烧哦，2当前有一批500吨的粪扫，因为当时外包厂商甲县政府各会拍官司，这粪扫算是证据，阁袂当处理掉哦。也毋过因为离岛的观光客哦，最近一日拢有2-3千人，有人是烦恼讲粪扫场敢会无够坑咧。清洁队是表示，目前是阁有空间哦，也毋过嘛甲律师来参详，看要安怎来处理。客轮一台一台载着旅客到绿岛，绿岛的旅游旺季正式开始。岛上游客真多，不过人多粪扫也多。绿岛粪扫场看到规堆的粪扫，总算顶个月会当甲粪扫运到台东的粪扫分发场烧，厂商包好了，准备要送出去。不过另外一边有一寡粪扫是袂当散的，因为前2年发生绿岛粪扫运送的问题，台东县环保局甲厂商伫咧拍官司，这款粪扫是证据，袂使叮当。前2年的那个他已经在招标出去以后啊，然后因为在去年停工了，那留下的一个那个太空包哦，最起码400-500包在这边。绿岛乡公所讲，这款证据粪扫有500吨，正占费。若是搁发生海上交通受阻档，无法度清运粪扫进行，可能会造成粪扫无所在通放。环保局讲，目前绿岛每工产生的粪扫，拢会当运出去，袂断掉的。会甲律师研究，这款伫咧拍官司的粪扫要安怎处理。今年度的这一个委办计划，就是请厂商要把这一个垃圾掩埋场这一边周边要把它整理整顿。环保局讲，今年绿岛甲南水粪扫已经优先送到台东粪扫分发厂撤收。目前状况袂歹，今年绿岛的粪扫场袂搁再出现粪扫标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慢慢的火山已经3个月喷发2届哦，大概喷发了，当地民众拢爱开钱请人来摒扫。在地议员是呼吁县政府应该爱编专门的预算来处理。近摆屏东万丹的土壤火山若喷发，农民又该烦恼啊！这喷出来的土壤打起了后，甲土马拆掉咧，根本就无法度做实。4月份伫地动了后喷的万丹土壤火山，6月份佮发生地动，又佮喷一届，居民大概拢爱开钱摒扫。虽讲有天然灾害损失的补贴，毋过长期落来也是废气佮负担。议员毋望政府会使编一条钱专门来处理。他每喷一次，他就把遐土捡来里遐，因为无地刷啦，嘛无地医啦吼。啊，这个有没有办法在未来有这样子的机制，说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编一个专款的一个专用，就是来媒合合法的土资厂来全部来协助农民来清除。我会请水利处呢，应该把找一些合法的土资厂，或是在公有土地过去的一些。国产署的土地是沙坑的，能够来回填。当地想要把这土壤规划做亲像浸温泉的池，发展观光。不过这个土壤当时的喷发，在地实在真歹按算，所以也无法度实行。议员呼吁讲，官府也着思考未来土壤火山若个喷发，要安怎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今年开始办猪仔保险，今年宜兰的猪仔大约有1成到3成的农损哦。有农民就真怨叹讲，这种保险是以乡镇来做评估，农民是看会到、食袂到哦。尤其是三星乡一寡农民，因今年的损失有6成，嘛无法度摕到赔偿哦。农民建议讲，保险的制度应该重新检讨。这是事实的啊，这内底拢无切啊，内底拢无切的啊。农民反映，猪仔收成时阵拢拍心，有的受潮疾病影响，损失真惨。根据县府统计，宜兰县今年猪仔农损差不多1到3成。礼拜上落农委会水稻收集保险，煞互人批评看到食袂到，有的农民猪仔损失有6成，煞领无理赔。这落差6成以上。差6成？哎呦，真的哦，这边你要怎啊哟？农委会今年开办水稻收集保险是以乡镇市为单位，那乡镇的稻米减产比过去5年平均减少差不多2成，才会理赔。啊，不过米的品质无同，种的时间甲区域气候条件无同，地数财损情形无同，有人无财损，有人损失袂少。啊，不过全乡农损依然达袂到理赔标准，农民希望政府保险用稻米的品种，或者是划分各较细区域为单位来理赔。以韩文点名农委会那边，请他们是不是可以优化整个一个保险制度，包含比如说是不是以小区域，或者是说不同品种的稻米间去做检讨它的那个理赔的方式。
官府讲，你袂勘察无法度挽救小区域损失，或者是米的品种较落切的区域。官府正关心甲重视农民权益，已经函文建议中央做更较细节保险制度滚动式检讨，避免农民损失佮维护农民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农村欠工的问题真严重，屏东有办智慧农业学校，辅导农民利用科技来做事咯。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明仔载暗时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看智慧农业学校是提供农民什么帮助。今年1月，伫屏东高丘成立一个新的青年创业基地，以科技农业做主题，开办智慧农业学校。伫遮有农业无人机的训练课程，要鼓励少年家来屏东生活，互人口老化的农村有新世代科技专长到3工，改善农业欠工甲农产行销的问题。第一就是讲，阮有创业的空间，会当互你来遮发展。第二就是当然，阮遮有一寡公共的设施你会当利用咱即马足重视即个媒体行销、自媒体行销，阮遮嘛有直播间、摄影间，你嘛会当来利用。伫智慧农业学校内底，即马已经有15个团队，侪少年家伫遮创业。像俊男，伊伫2019年甲公务人员的头路辞掉以后，回来屏东展开新生活。即马嘛定定开体验课，互民众来参与。我进前是咧做消防的，介济阮进前的同事啊，也是安怎因为足侪代志个受伤，人活的时间足短，所以阮爱把握时间，好好去做咱真正想要做的代志。所以我个转来和爸爸学做木工安尼。介济人会感觉咱青年个是草莓族啊，也是安怎？毋过我感觉毋是，是咱坚持咱对的物件，咱爱做。别人较会看到。伫遮，逐礼拜拢有假日市啊，开放互民众来摆摊。今年28岁的吴玲伫智慧农业学校开一间影像工作室，用家己录影的专长帮助农民用新媒体做网络行销。其实屏东是全台湾上大的农业县，阮就想讲，因为阮即摆做摄影，透过网络的行销，互农民有一个新的销路，会使去做较多的代志。要安怎互少年家的专长甲兴趣伫农村有发挥的所在，通好好过生活，是真侪农业关系的难题。徛伫农村的需要，甲少年家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农业学校要做少年家创业的起家厝，互每一个梦想拢有实现的可能性。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屏东县报道。来看南美洲的智利有一寡所在真欠水，山区规冬拢有蒙雾，所以民众就用网来去收这个蒙雾，变做会当使用的水最近智利甚至有一间酒厂宣传讲，因的米露是用雾水做的，有无同款的滋味？咱做伙来看卖。伫个南美洲的国家智利的山顶，一个查甫人伫个检查伊戴好的网仔，到底这网仔是要用来掠鸟啊，还是兔啊？无讲你毋知，这是专门用来收集山顶的雾，叫做保雾网。保雾网的材质是用袂吸水的奶酪锁啊来做，所以雾打伫个网仔顶头了后，水汽就会慢慢凝结，变做水珠滴落去下骹的收集座内。El Parque General de Atrapanieve de este lugar posibilitan cerca de los 540.000 litros de agua。事实上，伫个南美洲的智利、秘鲁，也是伫南非的山顶，有一寡真欠水，但是定定拢伫个大雾的所在。住喺遐的人，就想出这种保雾网的方法，将雾转变做水来使用。毋但会当摕来压花种菜，经过过滤甲净化了后，嘛会当提供予一般家庭来使用。即马当地甚至有一间酒厂用这种保雾网收集来的水来做米露，听讲啉起来有淡薄仔咸咸，口味非常特别。嘛变做是全世界唯一一种用雾水来做的秘鲁。因为智利北部乌瓦里的山顶真欠水，除了用保雾网收集雾，转变做水来使用以外，当地的民众嘛真珍惜每一滴的水，尽量袂浪费。参像当地的学校，都会将学生囡仔洗手的水收集起来，回收搁再利用来压树啊、甲压花，或者个原本敢若有黄土甲杂草，山顶的沙漠会当变做一片青翠的绿洲。记者甘燕恩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